我係改風，我係一個藝術家，做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跟個老朋友點熱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高一峰。今日歡迎大家再轉來我哋嘅節目《暗想風法》。今日講到一個當特殊嘅藝術家，都小農藝術家。你有冇講係小農藝術家呢？我知道咧，小農呢兩個是可能係我哋想象嘅神法呢兩個是。到底神法兩個老藝術結合就空下咯。裡面呢講到一個我這個頭份嘅鄉親，咩我國中嘅大學長。國中嘅大學長，新華國中嘅大學長，賴唐亞，賴同學，同學先，然後大家先拜下招呼。各位鄉親，大家好。同學先問一下，做乜都賴唐亞呢？因為啊，這人的名啊，係父親取的啦，長大了自己要取一個名字。你這個改名？那是改名，所以你這個兩名沒辦法播呢？沒，所以我對那個唐朝的那個國度啦、胸襟啦，很喜歡。唐朝對，所以我又是在塗鴉，所以叫唐鴉。唐鴉其實就會按你成長的環境裡邊，當到按你細細時嘅我看到的東西。對，所以其實對你來講，其實咩都挺分態嘅咪嗬，咩算一個當傳統嘅小鎮嗬，客家嘅小鎮，因為我這個咩都挺分出身態嘅。佢頭份呢，老大以前呢，其實佢就當興盛農業一個小鎮，然後佢咩就當重要嘅工業城咯，當做以前嘅時期。工業城我比較沒有，頭份鎮。頭份鎮啊，頭份鎮。應該對水流東那邊啊。佢做蛤蟆村。蛤蟆嗰邊。所以其實像咁樣，你這個對細細時嘅咁樣，水流東那邊嘅一個山林老農業嘅成長環境，你有乜嘅記憶？有乜嘅想法？記憶同清楚嘅，就是佢細年做過嘅事情吼，種的啦，做腐梨味啦，那個環境裡面有螢火蟲啊，像我們的曬穀場，就是有螢火蟲啊，就是你看傍晚的時候，夏天、春天的時候，都是有螢火蟲，所以還有那個田埂邊就是有那個大萬法百合花，對，後來全部不見了，你看小時候還釣過青蛙，怪沒有？沒個田，就是田雞哦，沒怪哦，太嗰種，嗱，記得我細時就用嘅蚯蚓啊，我就用嘅細嘅，就拿電機做嘅，然後先嚟釣的，就田都讓打給這個釣到啊，對，所以你看那個情境就是非常的生態環境非常優美，對，當然就是你看。小時候有一些小那個鬼故事，最怕，因為竹子是特別多，做嘅呀，跟蘆筍的做嘅呀，所以那個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但是慢慢的都不見了，因為大灣法唔知一機會都唔見得了，我記得我係冇看過田順康還有個百合花呢，還少，還少，個釣怪是釣個。給正經的個太怪是正經，所以小時候對鄉下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淳樸，而且非常的自然，當原始對，很原始。尤其是後來現在哈，他們說一個區域有那個老鷹，我們那邊從小到現在都還有老鷹，兩岸有沒？對，兩岸有，每天都看得到，每天看得到。所以那個老鷹可以棲息，就是那邊生態環境非常好，還算不錯。對，所以它才可以棲息在那邊，還不錯，有它的食物。你用嗰圖按樣一張農業一張背景，轉到工藝老藝術呢個領域嚟。
因为矮脚的小儿麻痹，所以我从小就不怎么会读书，然后就是从小就会往这个静态的方式，动手的方式，然后就比较容易吧，就展现出我对艺术方面的能力，就国小就被老师叫去写书法，到国中哦，国中就很自然了，我们有公益教室，对不对？那公益教室哦，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公益教室里面的所有的工具，都是电的，车床啦、包床啦、线锯啦，一些各种的我都用过，对，因为可能比较特殊吧，就是我爸爸之前就有留，因为我爸爸是以前去做这个制裁，就到南庄里面去制裁，就是剥树皮，制裁，制裁，去做那些东西，还有包括弄木材啊那些，他会锯一些那个块木回来，然后因为小时候就喜欢你看爬到那个屋顶上啊，尤其是牛栏啊、竹栏啊，个当不会就有嘎啊，爸爸就会把那个木材放在上面，不用当分，对，不用当分，所以会去挑好就问爸爸说，我这个要做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他也答应了，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是块木，所以用那些东西，人家是懂他钱的，对，但是那个时候，爸爸也知道那是好东西啊，所以才会带回来啊，但是我不知道啊，只有那个木头，所以去到学校，老师会觉得，怎么这个人都用块木，所以用的材料做书架、做小朋友的一些玩具什么，擀面棍什么我都会做，所以很清楚，就是说国中的时候就在公益教室，那个是我每个礼拜最期待的课程，就是公益教室的做这些，所以从这边就慢慢的就展现出这些自己喜好的东西。其实有多乜嘅先生嘛，因為應該喺到讀高中嘅時期，也國中嘅時期，基本上一定係有幾隻嘅先生來讓交代講，你在點上做得咯，做試看看啊，一定要讓他方式。是那個我們的訓導主任，訓導主任曾耀廷曾老師。為什麼呢？因為我比較不會打架嘛，訓導主任是這個不會打架的，所以有那個要學徒的，就來找他嘛。就是這個因緣，然後就說可以到新竹去學藝。其實我最喜歡是雕刻。其實時代就開始有建教合作不是，是學徒制。那個時候，那個師傅那種帶點很高啊。好，後面再講那個跟我一起的差一點，對啦。後來沒有去學木雕，然後就學畫畫。學畫畫，其實是什麼油畫嗎？還是那種？我跟你講，那個時候民國63年、64年，所以台灣的那個工業開始起飛，所以國外很喜歡台灣的那些家具，像屏風啦、床頭櫃啦、床櫃這些東西。那個時候就是你看，台灣就做了很多這種櫃子，然後上面畫畫。我們是去畫那個東西。其實根本不用學啊。唔得嘅當包係原料係兩個原料。油漆吧。對，就用油漆。像個英國沒油漆用油漆，然後主要是屏風上面有古裝的人物，它就是用那個貝殼跟大理石片去做成人物啊，畫一些那個亭台樓閣這些東西，比較古典的啊。對，所以那個時候外銷非常的非常蓬勃。我們做到去工廠裡面畫，你看那個外銷那個量非常大。就是在做記得佢
跟他复兴章开始慢慢的有他接到他成的艺术创作啊两个部分。对，因为那时候就会看很多的书啦，因为有关于心理啦、心理学的一些东西、艺术哲学这些东西，这样慢慢的捞来。对，所以对艺术创作比较就有办法，因为通常成长以后会知道说，有一个东西要能承载你的生命，对，这个东西可以让我深入，这样，这样做个开始。对，不然没办法。我想海岛的时间哈，你来看一下。前一天当你看到嘅同学吼，佢两个从一只细细农村时代转身到一只城市里边，有两个开始嘅艺术创作之路。第一其实同学有动到艺术创作，使用了动特殊的媒材，创作媒材。像海岛的时间，将来谈一下同学来讲下佢两个运用一些特殊的一只创作媒材来做嘅艺术创作。其实慢慢来讲，其实我當到朋友就唔都會復興美工俾人嘅朋友啦，因為其實嘅與林啲藝術師某一隻藝術生活其實是很簡單，這個竹子接下來，它就是一個很直接的藝術的呈現。這藝術植入生活其實是那麼簡單，它也沒有漂白，它是天然的，它有綠葉。各位觀眾朋友點解呢？其實我請同學來講嘅希望係，相對一件事情就講，即係談到講生活作為藝術，藝術就是生活。到底兩個老生活藝術嘅兩件事情結合就更好咯。所以呢件事其實作為同學一直對生活地步影響而去做到嘅事情。其實呢天我想先問一下同學們就講，到底係兩個看生活藝術兩件事情？生活藝術其實當簡單，一直講唔係講去到嘅美術館，也係博物館，好吧講慢慢。所以藝術生活其實是很簡單。我舉個例子，我們這個是蛋糕，我們其實就是在我們家旁邊，把這個竹子切下來，它就是一個很直接的藝術的呈現。這藝術植入生活其實是那麼簡單，它也沒有漂白，它是天然的，它有綠葉。當然，我知道了。生活地方吼，我知道當多東西要留藝術做結合，唔係講去單純講思考博物館呀、美術館兩個問題。當然，去美術館也好，去博物館也好，去做那種歷史的或者是美學的欣賞，我知道每一種培養藝術的方式了。當然，那個是很基本，而且也是很容易。你只要去台灣或者國外，很簡單就做到的事，但是你要把它變成你的生活的態度，那個也是更容易的事，就是你要不要動手。差不多你好想，我說藝術這件事情老思考有一些關係。所以來講，藝術其實是在你的生活當中。其實生活當中就是這樣。確實，因為像安尼來講，你生活藝術最一件事情來講，安尼其實係老竹子作為一隻藝術嘅媒材，一隻媒介。那媒體講其實都爆發風災時嘅吼，因為風災關係，發現到一些特殊的環境被改變的，所以用了那種環境巨變以後的一種當隨地的東西去做一隻藝術創作。講一下幾隻部分咯。香港我看到嘅當年你看當年有颱風啊，颱風啊你看個桃園那個水石門水庫的水嘛，你看台北還沒有這麼影響，新北市也沒有影響，但是就是桃園很嚴重，很嚴重，就是那個淤泥就會把那個整個水
搞到他整个，我记得有1-2个月哦，都没办法喝到干净的水。所以，当然我不是从这里发现而已，因为我从生态环境里面去观察哦，整个环境就不给你哦破坏到已经非常的淋漓了，所以而且每年的台风都一直在骤变，所以从这边我就因为我在做陶，所以我就有把水库的淤泥拿来应用。那后来是因为八八水灾，然后有一个因缘，就拿八八水灾的淤泥来做创作。这个就是祈福的小沙弥，祈福小沙弥，然后这边可以点香祈福，这样，了解，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上没才就会石门水库不是，这个是八八水灾的淤泥。八八水灾淤泥也是淤泥，也是淤泥，对。然后把它做成这个祈福的一个形象，来为土地、为八八水灾被淹埋的人，然后做一个祈福。这是这个作品的动力。然后一开始其实是为了环境，就像我说，水库的淤泥，我是把它做成那个蝴蝶的蛹，蝴蝶的蛹，对，蝴蝶蛹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大家看到这个作品以后，会反思艺术家在呈现的就是整个环境被我们破坏了。用蛹的意义就是说，其实它非常的脆弱，蛹在生态环境里面它是最脆弱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对，其实当多艺术家对做家嘅作品的时间吼，全部会运用当多环保概念，就当多你喺两个你搭配的一个废铁来做家嘅艺术创作的一个媒材。对，那地方其实每一只当注重环保为生活艺术创作者，就对这个点来看到，其实除了淤泥之外，用嘛该你某爱东西来做点艺术创作吗？其实很多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思考以后，然后把它拿来再生。就像这是我们台湾的国宝牛樟。对，牛樟它是边料。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变成说，这个边料，如果说你要友善环境，你要珍惜资源，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博物馆的东西，这可以被收藏嘛？对，就是说它可以变成是一个被珍惜，然后背后的故事就是真的你在珍惜你周边的资源，这是我教小朋友的一个方式。其实全部黑木头对，就是没压呗，没有，有木头，你要变成博物馆的东西，你必须要形象化，然后变成是可被珍惜的东西，你这样不会被你拿一手袋啦、laptop啦，这样就会达到你真的是友善环境，珍惜资源。那这边你小孩来磨爱木头，对，再过来作为艺术品那样。对，有的他就是不给拍耶，咬都不会腐烂的，对，就是它都是好木材，就是说这个是肖楠，一个是牛樟肖楠，对。如果你要更有趣的，就是把它记忆你小时候的记忆，这个更小的边材，你可以刻成我们小时候，像我们对花生，你没反条，没反条，一包唔可以反条，黑咖还反条，你起码你冇条啊？都一样，就是这些肖楠啦、牛樟啦，这台湾的一些就是飘铃木的一些小块的都可以用。你看每年台风过都是水保局的困扰，对不对？很多人也很喜欢去捡这个木材，其实都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生活上可珍惜的东西。你就真的是在友善环境啊，对吧？其實你點正嘢當重要，這個作為一隻有社會行動力一隻創作者，不過運用乜嘅媒介去作為一隻創作者，其實係會當重一點，這個做得用自己嘅創作作品，然後社會溝通一些嘅事情。其實我社會同學其實當重要一點，這個想要用一隻自己嘅
方式，方式去留这个艺术创作普及到一只生活地步去。所以请难咩点就讲，用个去用一只艺术创作的想法落实审法这件事情。那就像你其实用一只做个去做一只竹签，对，也用你某爱一只零星的木头，对，做好的东西啊，然后以做一只做着比较多这个，其实比较多那其实可以做当像艺术作品的哈。你们老的你标不卡会，我试到个你这么老也会标不卡，你拿一个美的迄小男哦，那些牛章哦，可以按看的是个感觉中我贵样的。当然其实经常就会想了啦，所以其实老土地有当重要一只观念，因为原物料其实是来自土地，对，来自土地，然后其实给予一只新发现呢，对，当环保的一种素材，对，塑造某一种东西材料的可能性的一只点，就你会做艺术创作的过程里边就反映到两点，所以其实你还当会，那进一步来看啊，是到还那会是讲，其实那件事情，因为佢对一只环境破坏很多灾难发生以后的形式，有一只形式最重要，所以其实你还是到亲和一只点安样。其实我想海节的时候啊，应该要来想看啦吼，就讲看看啦，你作为一只艺术家来讲，有尽量去落实生活艺术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一旦发生，比如说艺术家所在地跟社区有动态关系。我所想等一下海节的时候，谈一下给同阿婆讲一下，你作为一只生活艺术家，给图三峡也好，亚利图水流动也好。来利用在环境里边，给很样的用这个一个创作者的身份，然后两片土地当中的你，来到社区来进行互动。像其实你还有一个当成为一个目的，因为越来越多艺术家慢慢的离开城市，转到给其他地方做。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法国的乡间有一个地方，就是类似这样的方式，敞开工作室让人进来参观这种方式，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家庭美术馆这样的方式。各位观众你有转到我们节目地方来，还一好，其实你在想讲你有冇？其实你要讲生活地方应该要尽量去落实艺术这件事情，每讲就使用一只竹签去设蛋糕甜甜，其实叫当多方式。像头啊，其实叫做老七家布卡变成一个社区一只小型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概念。叫头啊，你用个老七家布卡变成一只美术馆。因为来理想就是说我们在台北生活，我们艺术家比较跟领沙他唔滴一直个做嘛介，所以我们当时就会想说，那我们把家里变成我们的美术馆，然后打开门然后让领沙做的你们参观然后来感受一下，艺术家第一卡做嘛介，我规日关灯的，唔知一直在做嘛介，一直想嘛介因为唔知那只有在那个博物馆或者说展览场所我们在展览的时候，这样做这个老人分享但是我们要落实艺术生活化，所以我们也有成立一个台湾艺术生活教育学会，所以我们要落实这个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这样的一个我们想实践的方式的话，你必须要让人家接近，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家变成美术馆，自己的美术馆然后打开来，让邻居进来，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像刚刚用叉子啦这些，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点滴，让他们就可以
感觉得到，哦，这就是艺术家啊。那其实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啦。跟人都以前还蛮转水流东，都给三峡这边的时候，然后都拍给山，都这片的一个社区还有一个地方，那样去运作那件事情。八给山哦，八给山是一个灾区，灾区。对，就我还没进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地震过后有房子倒掉，但是那个环境会起源于我投给复兴高中的时候，复兴美工的时候，复兴美工的时候，我有去一个三片李梅树纪念。李梅树盖的庙，然后那个时候我去就是像艺术巡礼啊，然后去参观然后一个没有看过的我去过个八给山，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行修宫，那是台北的行修宫，或者说淡水的行修宫，都是在那边分出去的，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百基山庄，是后来盖的一个山庄，对，后来也都很有名啦，因为它就是灾区很有名，所以，但我对那个环境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去然后对那边的环境整个路觉得非常的清凉，很像那个我去过那个杉林溪，那边都有很多的树。所以印象很好。所以虽然它是灾区，但是当时我从英歌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我后来就选到那边去住。虽然它是灾区，但是它本身那是小问题。对，所以为了给邻居知道，慢慢我们在从事的事情，才会成立家庭美术馆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不是我想出来的。那个独特的一个名称，是我跟邻居，然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法国的乡间有一个地方就是类似这样的方式，敞开工作室让人进来参观这种方式，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家庭美术馆这样的方式。像做到家庭美术馆都三峡这片原则上会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当地的居民做接触嘛，其实我哋多赚多税的东西，其实它的形式有一些微调，没有在改变。慢慢的，除了这个做一些生发艺术的创作以外，其实没做一道老在地的一个工作者也好，小农也好，返乡的青年也好，强海对讨论讲到底要样的做一个。用美术的概念去做一个社区营造，其实有按样一个转片没错嘛。其实这个拍给家就已经很落实在生活当中，所以我会带林沙，把环境做得更美，就像说会种一些蝴蝶要吸的蜜，蝴蝶幼虫要吃的那个食草，包括那边的。有机的菜园，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带动那个社区，所以其实我本身就会客家人就会农家子弟，所以我对这个农作都还有一点了解其实说拿讲不好听点，但是我的执行力很强，所以用做没做的做，所以我本身在白基我就有带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美化环境，做社区。其实我当时当时我们第一个叫做很多讲社区营造，MD，是有人来告诉我们这样所以我们才了解。其实我们就是把生活变成是一个生活美学本身就是我们艺术家的一个习惯，习惯那种态度，所以转来讲因为我转来，想要转来，其实它中间很多的困难你有讲说艺术家本身其实生活就不是稳定的，而且我又不是靠艺术品可以生活，
因为我们没有经纪人，对，所以我们是靠接一些案子，去生活，所以它是靠近城市会比较方便，像我们比较，它属那个文化局啦，艺文工作的这些方式才有办法。我们希望就是未来，我们那个社区变成有一个不是家庭美术馆的，是属于社区的美术馆，社区美术馆来凝聚老的人，闲置的人，或者说可以轻松生活的人，然后来在这个社区美术馆里面有一点运作，我们会用来方式咯，来搞起周的东西，然后这样的结合啦，就是说，所以出游员讲啊，一直的要变成有机村啊，或者说变成是一起老的一个村落。其實我剛剛講到一隻點，我就會講，其實因為你下慢慢你學當到藝術家吼，轉到轉服啦，就轉服也係歸鄉吼。其實佢開始想嘅就係講，你係運用佢自家第一嘅隻豐盛，去協助可能冇離開嘅隻社區落袋社區或落服嘅幾多年。你用去慢慢了解的以前呢，其實同珍貴的經驗，再個轉化變到講你下同適應時代的東西。是，所以我剛剛講到一點，其實我說同好，所以講種粒到蝴蝶可能有興起的蜜，一種食草，講佢哋到一種生物做得更自然的，老咧在社區環境進行結合。我說你其實一點就會當中有一隻自然環境的一隻重新。算是對復興啦，一隻環境復興的一隻概念。其實我知道，剛有談過同到點哦，一隻同衝嘅點最講，你用一隻安尼下藝術家嘅觀點，再過去轉服。我說轉服呢件事情哦，其實係一隻新嘅，所以一隻新嘅時代一隻關鍵字，就當到大家談到返鄉青年啦，我最後想你嘅我大山讀城市地波嘅大兵，佢想要轉移落服接自家落服地波以前，這個阿公呀，這個爸爸圖嘅種下做嘅這個事情，再會想樣嘅老呢個事情做轉變到呢個時代，其實佢有需要嘅隻工業呀產業吼，而且開到呢時間嚟談好講，所以講到底隻藝術家轉服呢件事情，要面對到乜嘅事情，面對到樣嘅困難。以及呢個困難係咪同我設計一隻嘅辦法，或者喺段時間裏來慢慢嚟談一下，也給一隻嘅想法，包含嘅想一起老嘅社區。就當到安樣像呢度安樣藝術家韓國嘅返鄉嘅青年轉到路去吼，做得老安樣嘅隻鄉下路嘅概念哦，反正沒鄉下路的。都會電視嘅沒有，就叫他落來做事情哦。按兩個社區其實上還有給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下一節呢，其實你要講到一隻較嚴肅一些嘅問題。其實你剛剛談到家庭美術館，你用去老一剎單純嘅生活藝術家。落實這個自家藝術就身不當代，就創造了一個家庭美術館。不過家庭美術館應該放大，不用太多一隻社區環境，亦不用太可能做覆蓋到一隻鄉村、一隻城鎮，其實說慢慢出現一隻社區美術館，啊，你鄉村美術館呢樣概念。其實我都當時每一下想談啊，就講嗰時間就三峽嗰邊嘅時間，其實老一隻呢國寶大師李梅樹，其實有一些藝術方面落實在鄉村的一隻合作推動，幾樣嘅一隻事情。因為因為我推動這個家庭美術館，家庭美術館跟社區就直接連接嘛，社區有很多種形態的社區，有的新興的社區，或者有一個養老化的社區，所以我們到那個白雞山的這個社區給它會恬靜、安靜，所以當然推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困擾，所以後來當然我們覺得
这样的方式还不够，所以我们刚好在三峡，所以跟那个我们的国宝级的那个艺术家的纪念馆，就是李梅树纪念馆，它本身在三峡一直在推动这个艺文，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家庭美术馆的概念变成是一个城镇的概念。我们希望说，在城镇变成是一个没有墙壁、没有美术馆，就整个城镇都是一个美术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办的活动是用这种概念把它落实在整个城镇，所以有跟一些商店啊、特殊的商店做连结，然后把艺术品布置在里面这样。然后有的艺术品是在街角，巷头街角这边，这样让人家很轻易的就感受到说，这个这个城镇哦，很有艺术的氛围，这样的方式。当然，其实我们当然这样一直走，其实有一个地方叫做台南的土沟，有一群的学生，对，他们就把乡村。整个乡村变成是一个乡村美术馆，就是土沟美术馆，它是以土沟美术馆这样的方式在推动。整个在地的产物或者人民，在艺术家来看都是艺术品。不是只有艺术家做出来才是艺术品。包括尤其是人，你看人哦，在这个土地上耕种了那么久，所以他所有的岁月都刻痕在他的身体上面。其实，在艺术家来看，那个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艺术品。当然，他种出来的东西也都是艺术品。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风景，其实才比较像我们要的那个艺术生活的一个落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那个画面。其實咧，像你講嘅嘛，中國第一部分哦，當到國外嘅一種藝術村也好，也係一種藝術家返鄉都夾一個小鎮，然後幾隻小鎮改頭換面哦。其實當到按樣嘅一隻案例圖，世界各地全部都會做。其實台灣做嘅點來講啊，是都其實佢，你說還慢的哈，比起一些進步國家來講，你其實算還慢的。當然也因為講每一幾年，這樣開始慢慢的有越來越多的藝術家返鄉轉播。每藝術家天天，因為一陣你專業其實佢做改變的事情有限啦。越來越多其實對呢個社區也好，對呢個環境也好，越來越有想法，還有想念，佢哋慢慢的轉移，將來咧就採啲佢哋藝術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夾下都空下吼，一陣開始慢慢的推動，喺一隻地區裡邊，你有去留呢隻大家想見喺城市啊，一隻種下天哦，一隻就一隻鄉下天的一隻地方，慢慢的營造出有地景藝術啊樣嘅一隻感覺嘅環境。所以其實台灣呢幾年對呢件事情，慢慢的有應對進步，當然慢慢的就送到一隻地方哦，跟人家都專業體驗做讀對一件事情，做其實在菜地呢，較多是老齡化的。當年家比後生還多咩哦？我就隔代教養啊，就給爸爸媽媽讀別做些啊，讀先做些，給個些年就讀個糯米啦，然後讀真空啦，然後頭分鐘啦，然後鎮上阿公阿婆帶點嘅，就讀到一種老齡化一隻時代來。所以你會想講其實你都轉到一隻社區地步嘅時間，你要去面對一隻老齡社區嘅一隻問題。冇都當好，因為吼，我哋推廣的事情哈，我們從白基那邊這樣走到鄉下哈，其實像回鄉，它的困難就是怎麼在鄉下生存。所以怎麼在鄉下生存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回來鄉下變成鄉下這一邊區域的困擾。就像我們要回到鄉下，其實我們就準備了很久，就包括現在我們若是有人想要跟進的話，我們都要有互動，然後要有知道他們能做的東西，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的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把农产品转换成经济作物，这样的一个方式，一定，我们慢慢的也才知道说，冇存钱或你唔会糖唔会发，所以大家是发难的想，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实际行动，把它变成金钱。就像我们现在在第二水流动哈，我们就有跟一家小农，配合，就是说他无毒的方式在栽种的水果，还有我们请邻居帮我们种我们要的东西，而且是不喷药、不用化肥的，这样的作物，我们在鼓励他，其实还有很多可以鼓励的，就像做在种吹田，做给吹布的搞崩癌，这种方式，对，我们可以把它储存，然后再做包装以后，再出去，这都是我们乡下原有老龄社会老人家可以动的，也可以刺激年轻人可以继续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一定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经济作物，直接常为上海同意了，常会同，常会种。係啊，其實上海記得啊，細時安尼都嘅3個月堂下，佢阿婆做西塘度咧，做西塘度嘅路批嘅幹物啊，西得呢，做八都嘅順項啊，全部都已經西呢條咁樣。其實嘅實時代其實咩模擬，佢講安尼話做包裝啊，真空包裝呢，其實全部唔掂嘅。其實一定係有一些咧圖城市裏邊有做過那件事情嘅經驗的人。轉到農村去，轉到嘅塘下去，然後老人家講，你咧按到吼，比如講咧，反正自己咩設唔出啦，我咧要隻機器人真空機、真空包裝機，然後來設計一推，所以一推本，然後來真空一下，然後其他呢貼一下標籤，都網絡行銷，去製作老咧就慢慢出去。這是一種方式，就是我們要打造的是一個區域的形象，所以在整個環境大環境。除了有宗師，就像你要有機的方式在栽種，或者說無毒的方式在栽種，就要改變以前的用藥的方式。然後，像我們馬里亞種短多嘅調過的東西，像百合花啦，還有一些台灣原生的植物啊，要等哈，就要把它放進來，豐富這個整個環境。就是說，以前的農人不知道怎麼樣悠閒，現在我們要教他怎麼樣悠閒。然後把它原有的那個安全的東西，再把它做這樣的形象的包裝出去，那對整個社區、整個生活在社區的人，才是真的是有一個共享的一個方式。其實吼，正經人講，因為咧哈，安尼轉到落後吼，轉到鄉下以後，當到社區全部做老人家哈多。其實面臨的一個問題講，其實那個老人家，那講佢完全沒有效能，冇一天咯。其實佢效能動態，只係講佢唔點樣嘅去運作佢這個。所以其實吼，係有一個概念，很多鄉下老社區哦，就那個老人家全部鄉下老的去，唔過唔怕，因為佢他很多年留下來一種工作經驗也好，傳統的一種食物的經驗也好，也係作物的經驗也好，也都很多經驗嘛。它有一隻方式吼，有一隻社區的方式，然後咧就鄉下老的老人家必同意了。佢做反正咧做細做太的事情啦，你冇乜了不起嘅。不過你哋後生年當強哦，我老咧老輩講寶寶啊，賣出去啊，要賺你多錢哦。按那個時間，咧鄉下老的社區可能就變成一個沒有經濟能力的社區，所以那個目標吼，那個目標是真嘅都是大家鄉下來共同努力啦。就當到安樣像你哋安樣藝術家韓國嘅返鄉嘅青年轉到落去吼，做得到安樣嘅鄉下老嘅概念哦。反正沒鄉下老但都會電哦，電視嘅沒有，就鄉下老來做事情哦。安樣嘅社區其實上還有嘅的，其實沒講。一道天天，因為我哋講，同阿老太太咩鄉下土社區做嘅當到，安尼個就電話說講，都研究啊，所以特別細下。那像今日哦，前頭不啊，安尼就用同阿個老家太太吼，用3年做，你係乜嘅東西做嘅？你係哦，
琼书，琼书，五叶松。哦，五叶松哦，其实它一本了就会长生不老的一个东西，所以太太把它做成那个五叶松醋。醋，对，这是外调的醋饮料，香槟醋饮。所以这里面有新鲜的绿色的是新鲜的松针柠檬汁。哦，松针柠檬汁。然后里面有酿过的醋，所以调和的一个饮料。做什么？做当然意思嘞？当然可以吃。各位观众希望影片大家看到尼只水流动的神法艺术家来同阿婆，伊自家对自家神法那样的落实的艺术，当日常，当正经当日常，就像用一只竹嘅来做蛋糕的一只竹签，就像给自家佛卡顺好一只五叶松，对，来酿制一只生活醋。对，我说也就会正给黑生活艺术一部分。对，但是这个醋的酿造当然是时间很长久，要1年，所以这个调和的，对。所以希望正经看到同下边都几只水流动，应该唔会办的吧？唔会，因为你还设定是最后尾一个地，所以我们一回来的时候，第1年就把池塘改变，因为第一个艺术家要行动的就是改变地貌。然后它也是经济作物，所以我就第1年就种荷花，种2种2池的荷花，然后采莲子，然后分送给邻居，然后到时候都是真的采收，可以请，就是说这些老人家可以播琼哈来，琼哈来走谁？琼哈路社区，进一下琼哈路社区。希望观众朋友准备好了1点钟的时间，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让我老经简单的艺术落实在自家生活地方。神法作为艺术，艺术作为神法。你要读神法地方落实艺术这件事情，一直做为当到艺术家要用行动担保的事情。来同学，就山下转得美丽的水流动，最想让神法艺术落实到自家的落户。其他就想给自家用淤泥做出来些弥勒佛，跳荡讲讲，让这树合适，等等一支香，等你老了一支香插上去，记住到开始遇到佢出生的土地祈祷，祈祷人类对土地的伤害这个细细的，你希望人类对自然做得较尊敬，较提高。也唔伤害唔咩土地，唔咩物价。